我到底睇緊啲乜嘢啊？我相信呢個係尋晚球迷睇完頭20分鐘嘅反應。到底呢場慘劇係發生咗啲乜嘢事？簡單啲嚟講，高手過招，一招定生死。一開波猶如欖球式一樣將個波踢到去邊線，係佢哋向國際米蘭施下嘅戰書。巴黎從一開波就決定開始佢哋今年經典嘅閃電戰。今季歐聯淘汰賽頭20分鐘已經攻入過9個入波，係整個歐聯頭20分鐘入波最多嘅球隊。國米大概其實對於呢招都唔陌生啦，畢竟佢哋4強首回合都係靠住呢招殺到巴塞一個措手不及。只係對比起巴塞失咗2球先追得翻嘅劇本，巴黎從一開始就已經全力衝刺。丹比利忽然現身右路，擺脫散步嘅迪馬高起腳，而當時巴斯東尼已經試圖喝醒隊友。都係呢一刻，我開始聞到國際米蘭嘅嗰陣燶味。果然1分鐘之後，巴黎再次超載國際米蘭嘅右路，而心急嘅迪馬高忘記留意越位線，令到本來處於越位嘅道爾陷於絕對空檔，亦方寸大亂，顧此失彼，結果只能夠眼白白咁樣望住摩洛哥人倒戈入波。夏基美亦都成為咗歐聯歷史單屆賽事創造最多入波嘅後衛，攻入國際米蘭呢件最困難嘅任務成功做到之後，國米亦都陷於一個非常陌生嘅位置。佢哋今屆賽事淨係試過16分鐘處於落後，要後上追分並唔係佢哋嘅強項，尤其是佢哋嘅對手係今屆歐聯最多反擊入波嘅球隊。然而，當國際米蘭仲未被第一個入球所驚醒嘅時候，迪馬高再被19歲嘅年輕人道爾搞到頭昏腦脹，人衰行路打到褪，道爾起腳散中意大利守衛入網，而喺攞到2個入波嘅時候，巴黎嘅速率亦都開始慢起上嚟，但似乎國際米蘭已經萬劫不復，靠住杜林作為支點策應都幾有效果嘅。可惜一支30歲零242日嘅球隊唔容許佢哋每次都用呢種方法進攻，因為若果佢哋每次都等待後上球員長距離奔跑支援的話，咁樣先被耗光體能嘅將會係國際米蘭。結果佢哋亦都只能夠憑住傳中同埋罰球去創造威脅，祈求攞到1個入波之後，能夠藉此重新打起士氣。可惜藍黑兵團寄望嘅入波並冇出現，而去到60分鐘，維天拿突破重圍，作為偽9號嘅丹比利妙絕嘅後腳策應，最後又一次係道爾冷靜嘅處理。19歲嘅少年成為咗歐聯決賽最年輕梅開2度球員，而呢個入波亦都正式將比賽放入雪櫃。基華拉斯基利亞同埋馬約路嘅入波成功為巴黎聖日耳門錦上添花，最終賽果鎖定係5-0，呢個亦都成為咗歐聯決賽最大分差嘅賽果。呢個冠軍亦都實至名歸，同時冠軍可能亦都反映住革命需要嘅從來都唔係明星，而係願意犧牲嘅球員。最後再一次恭喜巴黎喺慕尼黑完成歷時15年嘅法國大革命。